喂，大佬啊，你翻嚟大陸呢邊買樓，你唔睇呢度，你走去睇中山、三鄉、神灣咁山卡拉嘅地方，呢度係珠海啊，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116平方嘅3房，1300尺。大家睇翻呢個陽台啊，6.5米嘅開間啊，呢邊望出去咧係冇任何嘅一個遮擋嘅跟住呢邊呢個位置嘅話咧，翻去香港係非常之方便嘅，樓下就有直通巴。有2班車，太子同埋荃灣1日2班。咁我哋再睇翻呢邊嗰個入戶嘅情況啊。呢邊係一個入戶花園呢個位置，跟住呢邊咧預留咗俾你做鞋櫃噶啦。跟住右手邊呢邊咧就係一個客房嚟嘅，都係比較大嘅。跟住呢邊咧都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3個人煮飯都係冇問題嘅。呢邊仲可以放一個大圓台啊。呢邊係一個酒櫃，任你自己點樣設計啦。南北通嘅一個效果，6.5米嘅一個開間。呢套房咧真係非常之靚仔，如果有興趣真係要翻嚟睇一睇。呢邊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嘅位置，呢度係一個兒童房。再睇翻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都係270度一個拐角飄窗啊！呢個實用率非常之高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評論區聯繫我，拜拜。